美金最近食飯好似喺度祈禱咁，餐餐唔想食，又會食剩糧喎。最後發現包糧多咗陣油益味，啲無添加零食買咗一陣就變壞發毛，糧盒就算加多個防潮包根本搞唔掂。而家啲天氣又熱又濕又焗，如果小朋友食咗變質嘢食，好易腸胃炎㗎。最近我入手咗一對 Melf 真空儲儲桶，Melf 同普通密封桶完全唔同，除咗抽真空即時保鮮，最勁係有主動除濕燥技術，將空氣同濕氣一次過吸走。涼桶用食物級抗菌材質做㗎，真正防潮、防有邊同防蟲。桶蓋可以直接拆出嚟清潔，而桶身可以直接用水沖洗，非常方便。涼桶 CP 值極高，抽真空主機仲可以拆出嚟，獨立幫專屬真空袋抽真空，等於一個價錢買咗兩部機，出街分裝零食或者日常抽真空獨立保鮮又得。儲儲桶有多隻 size 選擇，奶油色歐碌勁靚啊！真空機充電後呢，可以使用長達70日，家中獨寵或者多寵家庭都好啱用㗎。你睇下美金而家餐餐開胃，全速長肉，希望佢繼續健康發育。呢個 Melf 真空儲儲桶保持食物最佳狀態，我再買多啲零食都唔怕變壞啦。